你有没有听过上楼梯时膝盖发出咔咔的声音？那不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，而是你的软骨在发出求救信号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支影片，你的软骨可能会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天一天地继续磨损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我是一位从事医疗工作超过40年的医师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许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有一组天然食物能够帮助软骨组织进行修复和再生。很多人以为膝盖痛、行动不便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但其实不是。问题往往出在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。我见过太多年长者因为吃错了食物，导致软骨快速退化，最后失去行走的能力。现在让我告诉你3个膝盖软骨衰弱的警讯。第一，上下楼梯时膝盖会发出声响，甚至感到疼痛。第二，早上起床时膝盖僵硬，需要活动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第三，久坐后站起来，膝盖感到无力，好像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。如果你有其中一个症状，请认真听完这支影片，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告诉你5大类食物。这些食物能够在7天内帮助你的膝盖开始恢复。这不是药物，不是保健品，而是你在市场就能买到的天然食材。这些食物经过科学证实，能够减少发炎，重建胶原蛋白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你可能会怀疑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只要吃对了，身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。我的病人中有很多人就是靠着调整饮食，在几周内就感受到明显的改善。所以别急着关掉影片，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对膝盖保养的所有认知。在我们深入探讨食物之前，我想先帮助你理解膝盖软骨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它为什么会出问题。想象一下你家的门，如果门轴缺少润滑油，开关门的时候就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甚至会卡住。膝盖的软骨就像是这个门轴，当软骨缺少营养和水分这2种润滑剂时，它就会开始磨损，然后发出声音，最后导致疼痛。膝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，它由3个主要层次组成。第一层是骨头，这是最底层的支撑结构。第2层是软骨，它就像一层软垫，覆盖在骨头的表面，让骨头与骨头之间不会直接摩擦。第3层是滑液囊，里面有关节液，就像润滑油一样，让关节活动起来滑顺无阻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或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，这3层结构都会受到破坏。而破坏软骨的3大因素，我必须让你清楚知道。第一个因素是慢性发炎。当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状，它会释放出一些破坏性的酵素，这些酵素会攻击软骨，让它逐渐分解。第2个因素是胶原蛋白流失。胶原蛋白是软骨的主要成分，就像房子的钢筋一样，如果胶原蛋白不足，软骨就会失去弹性和强度。第3个因素是血液循环不良。软骨本身没有血管，它必须依靠周围组织的血液供应来获得养分。如果血液循环差，软骨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自然无法修复。了解了这3个破坏因素，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改善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3R 修复公式。第一个 R 是 Reduce Inflammation， 减少发炎。第2个 R 是 Rebuild Collagen， 重建胶原蛋白。第3个 R 是 Restore Circulation， 恢复血液循环。
只要你能够做到这3点，你的身体就有能力自己修复软骨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人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机制，只要我们给它正确的材料和环境，它就能够进行再生。所以重点不是吃药，也不是动手术，而是改变你的饮食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。现在让我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我的病人陈国泰先生的经历。陈先生今年68岁，住在高雄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膝盖已经痛到连上楼梯都非常困难。他告诉我，每次爬1层楼，膝盖就像被针扎一样疼痛，而且还会发出很大的咔咔声。我帮他检查后发现，他的软骨磨损得非常严重，照 X 光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关节间隙已经变得很窄，这表示软骨几乎已经磨平了。陈先生很沮丧，他说：医师，我是不是只能开刀换人工关节了？我告诉他，先别急，让我们试试看，用饮食调整配合一些简单的运动，看看能不能改善。于是我帮他设计了一套饮食计划，主要包括鸡骨高汤、富含 Omega-3 的鱼类、深绿色蔬菜以及橘黄色的水果。同时我建议他每天在温水中走路20分钟，这样可以减少膝盖的负担，又能促进血液循环。陈先生很认真地执行，他每天都会煮1碗鸡骨高汤来喝，1周吃3次鲑鱼或蒸鱼，每餐都有一大盘青花菜或地瓜叶，还会吃柳橙或奇异果作为点心。4周后，他回来复诊，我问他感觉如何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上楼梯已经不太痛了，而且膝盖的声音也变小了。我请他用0到10来评估疼痛程度，0是完全不痛，10是痛到受不了它。说以前是8分，现在只剩下3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每天早上起床，膝盖不再那么僵硬了，他可以更轻松的活动，甚至可以带孙子去公园玩。陈先生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，他后来还继续追踪了半年，情况越来越好。他说，改变饮食不仅让他的膝盖恢复了，连带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，吃对了食物可以让药物发挥更好的效果，更重要的是，食物本身就是最好的良药。如果陈先生可以做到，你也一定可以。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，到底是哪5大类食物能够帮助你的膝盖恢复健康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多人都犯的错误，大部分年长者吃得很多，但软骨还是很脆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吃错了。他们可能吃很多饭、很多肉，但却缺少了真正能够修复软骨的营养素。今天我要公开5大类黄金食物，这些食物能够针对软骨的3大问题——发炎、胶原蛋白流失、血液循环不良进行全面的修复。第一类，十字花科蔬菜。首先是十字花科的蔬菜，特别是青花菜和地瓜叶。你可能会问，蔬菜怎么能修复软骨？让我告诉你，青花菜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成分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抗发炎物质，它能够抑制破坏软骨的酵素，防止软骨继续分解。此外，这些蔬菜还富含维生素 K， 维生素 K 对于骨骼健康非常重要，它能够帮助钙质沉积在骨头里，而不是跑到血管或其他地方。我建议你每天至少吃200克的深绿色蔬菜，你可以清蒸青花菜，或是炒一盘地瓜叶，简单又健康。第二类，富含油脂的鱼类。第二类是富含油脂的鱼类，像是鲑鱼和蒸鱼。这些鱼类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是一种天然的抗发炎剂，它能够减少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，保护软骨不被破坏。更重要的是，
这些鱼类本身也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是软骨的主要成分，补充胶原蛋白就等于是给软骨提供修复的原料。除此之外 ，Omega-3 还能够增加软骨的弹性，让它更能承受压力和磨损。我建议你1周至少吃3次富含油脂的鱼类，你可以用清蒸、烤或煮汤的方式来料理，尽量避免油炸，因为高温会破坏 Omega-3。第3类，橘黄色水果。第3类是橘黄色的水果，特别是柳橙和奇异果，这些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和生物类黄酮。维生素 C 是制造胶原蛋白的必需营养素，没有维生素 C， 身体就无法合成胶原蛋白。生物类黄酮则能够增强维生素 C 的效果，同时本身也有抗发炎的作用，它们能够保护软骨细胞，减少自由基的伤害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保健品就够了，但其实天然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吸收率更好，而且还含有其他有益的植化素。我建议你每天吃1到2份柳橙或奇异果，一份大约是1颗中型的柳橙，或是2颗奇异果，你可以当作饭后的点心，或是打成果汁来喝。第4类，优质油脂。第4类是优质的油脂，特别是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含有一种叫做橄榄刺激醇的成分，这种成分的抗发炎效果就像是天然的消炎药一样，它能够减少关节的发炎反应，缓解疼痛。此外，橄榄油还能够帮助身体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，像是维生素 A、D、K， 这些维生素对于骨骼和软骨的健康都非常重要。很多人炒菜都用一般的沙拉油，但我建议你改用橄榄油，虽然价格稍微贵一点，但对健康的投资是值得的。我建议你每天摄取1汤匙的初榨橄榄油，你可以用来凉拌沙拉，或是炒菜的时候加一点，记得不要用太高的温度，以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。第5类，鸡骨高汤。第5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，就是鸡骨高汤。鸡骨高汤是修复软骨的最佳食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、甘氨酸和葡萄糖胺，这些都是软骨再生的基础原料。当你慢慢熬煮鸡骨的时候，骨头里的胶原蛋白和矿物质会溶解到汤里，这些营养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能够直接用来修复软骨。我的很多病人，包括刚才提到的陈先生，都是靠着每天喝鸡骨高汤，膝盖才逐渐好转的。我建议你每天喝200毫升的鸡骨高汤，你可以一次多煮一些，放在冰箱保存，每天加热来喝。熬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醋，这样能够帮助钙质释放出来。建议的每日摄取量，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这5大类食物的建议摄取量。深绿色蔬菜，每天200克，富含油脂的鱼类，1周3次。橘黄色水果，每天1到2份。初榨橄榄油，每天1汤匙。鸡骨高汤，每天200毫升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，你的软骨就会得到全面的营养支持。记住，这不是短期的饮食法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。只要你持续做，你的膝盖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在谈完正确的饮食之后，我想和你分享3个常见的错误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保养膝盖，但其实是在做反效果的事情。
错误一，完全休息不动。第一个错误是完全休息不动。很多人膝盖痛，就以为应该躺在床上完全不动，这样才能让软骨休息，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。软骨需要活动才能得到营养，因为软骨本身没有血管，它必须透过关节液来获得养分，而关节液的流动需要靠关节的活动来促进。如果你完全不动，关节液就会停滞，软骨得不到营养，反而会加速退化。更糟的是，长期不动会导致肌肉萎缩，失去对膝盖的支撑力，膝盖就会更容易受伤。错误二，吃太多油炸食物。第二个错误是吃太多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不仅热量高，容易导致肥胖，增加膝盖的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油炸食物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促发炎物质，这些物质会加剧体内的慢性发炎，攻击软骨组织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在补充营养，但如果同时又吃很多炸鸡、炸薯条，那等于是一边补一边破坏。错误三，只吃保健品，不吃正餐。第三个错误是只吃保健品，却不好好吃正餐。很多人花大钱买葡萄糖胺、软骨素的保健品，但三餐却随便吃，甚至不吃，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保健品确实有它的作用，但它永远不能取代天然食物。天然食物提供的营养是全面的、平衡的，而且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。正确的替代方法。那么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让我告诉你。首先，不要完全休息，而是要进行适度的运动。我建议你每天慢走，或是在温水中走路。水的浮力可以减少膝盖的负担，同时又能够让关节活动。每天晚上，你可以用温水泡脚，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。其次，改用好的油脂来烹调，把炸的改成蒸的、烤的，或是用橄榄油来炒，这样既能保留食物的营养，又能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。最后，把重点放在均衡的饮食上，多吃原型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减少加工食品和精制糖。如果你的饮食够营养，根本不需要花大钱买一堆保健品。记住，保养膝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。但只要方法对了，你一定会看到效果。现在，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7天计划，如果你认真执行，7天后你就会感觉到膝盖明显变轻松。这个计划很简单，不需要你做任何困难的事情，只要按照步骤来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就可以了。第1到2天，改变用油，增加十字花科蔬菜。第1天和第2天，你要做的是把厨房里的沙拉油换成初榨橄榄油，并且每天至少吃1份十字花科的蔬菜。你可以清蒸青花菜当配菜，或是炒一盘地瓜叶。记得蔬菜要吃到200克，大约是一个饭碗的分量。这2天你可能还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变化，但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减少发炎反应了。第3到4天，加入富含油脂的鱼类和鸡骨高汤。第3天和第4天，你要开始加入鱼类和鸡骨高汤。挑1天煮1条鲑鱼或蒸鱼，可以用清蒸或煎的方式，同时开始煮鸡骨高汤。
你可以买一只鸡架，加水和一点醋，小火慢慢熬2到3个小时，煮好后分装起来，每天喝1碗，你会发现这个汤喝起来温润浓郁，非常舒服。这2天，有些人会开始感觉到膝盖的僵硬感减轻了。第5到6天补充橘黄色水果，第5天和第6天开始每天吃橘黄色的水果。你可以早上吃1颗奇异果，下午吃1颗柳橙，或是把它们打成果汁来喝，那得要连果肉一起吃，因为纤维也很重要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比较不会痛了，声音也变小了。第7天休息，自我检测。第7天是休息和检测的日子。这一天你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，只要维持前几天的饮食习惯就好。重点是你要花点时间检查自己的膝盖，试足上下楼梯5个阶梯，感觉一下膝盖还会不会痛，弯曲和伸直膝盖，看看活动范围有没有变大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注意膝盖还会不会僵硬。我建议你从第1天开始，就记录每天的感觉，你可以用0到10来评估疼痛程度，记下来。这样到了第7天，你就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进步。很多人告诉我，7天之后，他们的膝盖真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有些人疼痛减轻了1半，有些人发现僵硬感消失了，还有些人发现自己可以走更远的路了。记住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7天计划变成长期的生活习惯，你的膝盖会越来越好，甚至可以恢复到好几年前的状态。重要提醒，最后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这个7天计划不是要你完全放弃原本的饮食，而是要你做一些调整，你还是可以吃你喜欢的食物，只要记得加入这些对软骨有益的食材就可以了。而且如果你有其他慢性疾病，或是正在服用药物，开始这个计划之前，最好先咨询你的医师。好，现在你已经有了完整的7天计划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行动了。让我用一个画面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我有一位70岁的病人，他现在还能去爬山，每个周末他都会和朋友一起去郊外健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持续实践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些饮食原则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的膝盖比我60岁的时候还要好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他愿意改变，愿意坚持的结果。你也可以做到，不管你现在的膝盖状况如何，都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愿意每天做一点改变，你的身体就会回报你。我想对你说，不要等到膝盖痛到受不了才开始保养，预防永远比治疗容易。如果你孩子有任何症状，那更好，现在就开始这些饮食习惯，你可以预防软骨退化。如果你已经有症状了，也不要灰心，按照我今天说的方法去做，给自己7天的时间，你会看到改变。最后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长辈，他们可能正在默默承受膝盖疼痛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一个分享，
可能就能帮助一个人减轻痛苦，恢复行动的能力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同时，我也邀请你关键我们下一支影片，帮助60岁以上心脏健康的食物，心脏和关节一样重要。我会告诉你如何透过饮食来保护你的心脏。记住，健康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是你的健康守护者，我们下次见。